进来呀，你今晚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主，上帝留咱活命，因为咱知影，咱的人生无定力，咱会当搁一摆重新来到伫上帝面前，重新来敬拜，这是上帝的大的恩典。感谢主。这个时阵，咱要奉着主耶稣的得胜的名来宣告，开始会早起的敬拜。这个时阵，请咱做伙来看一段上帝的话。咱嘛做伙来用它。伫诗篇66篇第1章66篇第1节到第4节，咱做伙来读。请。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。唱歌阿乐伊的名来认可，用阿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能力，要对上帝讲，伊的所在到这空听，因为伊的大渊源，伊的对德会合乎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因此阿乐你，要因此阿乐伊的名。我伫天灵的白，搭伫这个离魂别做成的时阵，阮拢来到伫你受的宝座前，我要用感谢来进你丰盛的门。我嘛要用阿乐来高举你得胜的名。伫经过日子的中间，阮若有领受着你恩典的祝福的，我要用感谢做者来荣耀你。点彩若是有拄着地高，互阮心软正的。阮搁较需要专心来找着你，主你讲，阮若专心敲找，就要找着。你的确要照着你荣耀的丰盛，伫基督耶稣内面，互阮一切所需要的拢充足。因为出自主你的话，无有一句无带着亏难的。感谢主耶稣，搭伫这个时阵，阮搁一摆奉着你的名来宣告。用你的保护的大气力来遮抗阮，用你的保护来撑起阮，互阮会通得到你的怜悯，帮助阮用圣洁的生命甲圣洁的状态来敬拜阿罗你。主啊，这个时阵我嘛恳求你将较无的灵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，互阮会当来到伫你面前的时阵。阮摒空阮家己，互你的圣心来充满伫阮生命内面，坐伫阮生命的宝座内面，坐伫做王掌管阮。主啊，阮嘛要确信，阮若用敬虔的心来到伫你面前的时阵，阮就要领受着你奇妙的同在。主感谢阿乐你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
应该得到的荣耀尊贵，能力权柄拢不会归乎你君王。主，但愿要用敬虔的心灵来敬拜你的赏赐，恳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通学习你的关心，小使阮内面有温柔、有谦逊的生命，帮助阮专心来挖靠交托你。伫主你的面前放了阮所有的挂虑，阮所有的担当，互阮会当自信看主上帝。主啊，阮确实安尼，阮人生阮的担是快的，阮的担是轻的，因为阮对主耶稣的人，主要甲咱三项行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了你。阮用敬虔的心来到伫你面前，阮心拍摆伫你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阮感谢了你，阮感谢了你。主，阮要确实，阮若安尼，阮就要享受以体认亲像以地里同款，因为主耶稣，你的国降临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。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来，咱的主来办个伊所欢喜的祭，主所欢喜的祭，就是用心灵甲诚实来伊献上咱的心意。Oh
定定，要知我是上帝。恁着静静无声听候上帝，因为咱的愿望是对伊来，也咱会通得到快乐，乃是有咱平静安稳心。恳求主耶稣来帮助咱，互咱的心门伊大大来拍开，信心就要大大来充满咱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要来邀请咱这兄弟姊妹，会当点仔久的时间，咱安静听候伊主的面前，咱拍开咱的心门，咱将咱的目睭开开，咱来领受圣神要甲咱团结同在的地面，互咱的敬拜团来服侍咱。当敬拜团唱的时，咱就用祈祷的心来咱的主讲，恳求你的圣神来充满我。对主耶稣讲，主啊，我一生，我一世，拢想做你。主耶稣疼世间人，属于伊的人，伊就疼咱疼到底。所以，伊咱的圣经内有安尼记载，伊这个时阵就要亲像叶问所罗门王，对所罗门王讲的讲，你爱我想事你啥物，你通行。上帝有安尼叶问，你爱我想事你啥物，你拢通。
所以这个时阵，咱用祈祷来到你上帝面前。咱的兄弟姊妹有无同款的欠缺甲需要，咱拢带到上帝面前，摆在伊的面前。咱向上帝来求祷，因为上帝有安尼应允讲：恁爱我守事的啥物？恁拢读。咱要凭着咱坚定的信心，来向咱的上帝祈求。咱的信心有偌大，上帝的成就就要有偌大。这个时阵，咱拢祈祷伫主的面前。亲爱圣神啊，我感谢我你。那这个时阵，愿你医疗的奉献，阮的勇敢。充满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主啊，我感谢我你，主愿来到你面前，阮的心哦，大大来拍开。主啊，我嘛要确信你的圣神从大大要充满伫阮的生命里面。主啊，你要掌权，主啊，你要来阮的生命内面做王，你要掌权阮的思想、思意念，我完完全全来属于你。主啊，阮有你来领带阮头前的路站。主啊，你应允讲，阮要将阮的代志拢完全交托你。阮若专心来倚靠你的时阵，主啊，你就要成就。主啊，你是安尼应允我讲，主啊，所以阮抓到这个应允。主啊，照着你阮逐人的生命勇敢的定约甲计划。主啊，无共款的定约，无共款的计划，总是主。阮知影共款的就是主耶稣。你要甲阮三人行，你要陪阮行人生的道路。主啊，当阮敬拜你的时阵，主啊，你圣神就动工。主啊，阮知影撒旦这个时阵就要破坏。主啊，阮要奉着你的名来宣告，撒旦来离开阮。啊，主啊，阮有你的圣神进入阮的生命内面。主啊，来坐在做王，掌管阮，因为主你是必胜的君王，你必胜的君王，你的名是必胜的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名是带着大力量，主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我要确信，你应允我讲，阮爱啥物，就来到你面前。你有也来应允我，你爱我心事的啥物，你拢通听。所以主我要确信，你的每一句话，每一句应允，拢无空，拢是带着极大的快乐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主你是垂听阮祈祷的主。主啊，所以我拢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，来敲锤求着你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要求告你。奉着你得胜的名，要求告你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，恳求你圣神的大开力，降临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内面，阮就会得到大大的开力，面对阮头前所要面临的情节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耶稣有安尼甲咱应允去讲，伊讲我决断无放杀你，我决断无离开你。主若肯，伊就会互咱领受奇妙无比的作为。所以咱凭着信心，我全面相信，我相信上帝应允，我相信上帝听世间人无限的听。我嘛相信，咱的主耶稣，伊是信实的神，咱做回来乐。我相信。
来主啊，我相信你逐时阵用你的听来引领我。主啊，我嘛相信你若帮助我的时阵，我就有经验，人免啥你我答案。主啊，你是垂听阮伫你面前求救、祈祷、恳求、真高我的上帝。因为伫阮还未求救的时，你就已经应允了。当阮要讲的时阵，你就已经垂听了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。主，你极大的快乐，主，你真实的应允，因为主你是真实的上帝，你安怎样应允，你就安怎样成就。你所应允的每一句话都无空啊！主啊，阮感谢你。主，你是对昨日、今仔日同一款、同一样直到永远的上帝。所以主，阮一世人活的，就是来学了你。阮活的有愧时啊的时阵，阮就来敬拜你，因为主，阮是属你的，阮行一个是生。阮现在是死，拢是属于主你啦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阮是何等有福分，属于你国度的主你，阮是尊贵的，阮伫你面前所摆列的敬拜感恩你，愿你欢喜来感恩，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